嘛是有纠纷，这是台中进前有民众去 KTV 唱歌，点披萨来食，也毋过呢，食煞食到一粒螺丝，伊转甲即款情形抛起咧网络顶悬，业者尾也是表示是伫烘披萨的过程中设备的螺丝冷去，才会落去披萨，已经甲消费者回示咧。来 KTV 唱歌也点披萨来食，结果食到螺丝，民众将影片破上网，引起议论。事发店家是有名连锁 KTV 业者，因正是初三有一场10个的消费者到台中市某分店消费，餐点无细致出现其他物件，当下有积极处理，不过其他民众看法无同。就花钱买啊，然后又吃到里面有东西，就感觉可能不太卫生，会有点生气。可以接受啊，可是还是要请他们就注意一下，就是在操作过程中的一些可能程序。业者采购出品回收咧，先前家己做的披萨为冷冻库提出来了后，爱透过气炸锅用火烧，也毋过迄天为下来螺丝送去落地披萨铺发现消费者反映了后，随即交代一份400块的爆皮辣椒鸡汤，佮互因包箱费拍折。是因为气炸锅那个螺丝松脱，所以它跑到那个披萨里面。那我们厨房人员也没有注意，所以才让客人去吃到这样子，我们觉得很抱歉。申诉将前往店家稽查，如果查获不合格项目，将要求店家限期改善。复查若仍不合格，可依法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下的罚锾。台中市食安处强调，依据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规定，食品制成中爱采取有效措施，防止金属还是其他的杂物溶入食品中。后手会去店家稽查，若查获无合格项目，会要求限期改善；若后早有完无改善，会当以食安法处6万以上2亿以下的罚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